交通部正前宣布，部分违规停车的情形，共款爱罚钱，只是暂时唔免记点。不过嘛是引起民众抗议，讲无地通停车。所以即马交通部搁再修改政策，讲要互地方政府家己决定，敢会当开放顶仔卡互人停车，只要留1公尺半的空间互人行就会使。即马即个措施嘛已经发文互各地。顶仔车、奥多摆停甲满满，甚至是停甲落会去。伫即马贵人市政府即个开放特定路段的顶仔卡会当停奥多摆，不过骑奥多摆人讲，有人声真正是无所在通停。卖停是较好看，对，不过伊就要无所在伊就停啊，哪有法度？开放下，你要变经济吼，你就要有所在通停，拢会使啦，没有两全其美的啦。尤其是我市场的所在，若是歹停车，还佫一寡搭伫咧送货，敢若是行路要过就袂啥会当过。交通部伫最近宣布暂缓顶仔卡停车违规记点，不过依然爱罚款。但是考虑到城乡的差距，搁再度修正，授权地方政府家己看所在，看是毋是要开放顶仔卡停车。为着要确保行路人的路权，只要留1公尺半的空间，顶仔卡就当停车。骑了要放汽车，你要像前面那边有放那个白线格子。对不对？比较整齐。我们发函，大家可以弹性处理哈，尤其一些次要的干道了哈。如果这个可以留下行人的空间，然后也需要诊断一段时间哈，那我们是建议这个部分就是让民众可以去停车。交通部伫最近也发文予各地方政府，提醒伫咧整顿顶仔卡时阵，要考虑民众停车的需求，伫各地为黄线临时停车位配套措施完成了，会再进一步讨论相关的记点制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